好意思，借我过一下，不好意思。你现在是要去哪？要坐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中间东时的离开好不好？不受罚好不好？如果你不离开的话，全部我都不受罚。不好意思，各位记者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来跟议员很诚心的。那如果说你中时要这边炒新闻的话，我现在就离开，我改天再找时间跟议员拜访，就那么简单，好不好？妈的，搞得他妈的！啊！给你助力啊！照他了，不要照你。而且红色媒体的还在这边。啊！今天就是本来是私下的一个行程，我们先，这私不私下的行程，这是一个我们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聊一聊嘛。没关系，我们结束再聊吧。好，我们结束再聊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先让我们边坐。开始老师。我甲你咧相阵的时，我这嘛是讲退婚退啥子个？哦啊，你讲什么红色媒体？坦白讲，我嘛是针对这，我嘛发一篇说明嘛。哦，我感觉讲中天哦，伊讲民视3连，我嘛感觉讲拢伤偏嘛。其实新闻台咱拢是讲，每一件拢是骗的。但你骗马景，你听，你莫做伤济受限的。啊，总理总真正是喊家，比如讲伊开一个一国两制的节目，你讲一国两制，你听我意思，比如讲安尼啦，黄志贤这种，比如讲，好啦，但是这是你懂的，就是袂好聊。你讲这我听袂落，你讲我懂，我就是我，你讲我甲你开正啥啦，你知？比如讲一个节目，伊一个新闻，伊6篇、10篇，6篇拢咧报韩国语，3篇拢咧报大陆请中请到有点喊啦。我你讲，我会甲你开正啥啦？你的一个惯习就是讲，你可比讲你讲黄志贤，你讲一国两制，我嘛无同意啊。相公我同意，我国民党我无同意啊。无啦，恁内底嘛是有分派的。是嘛，所以讲你这你就知。郭台铭嘛无同意。哦，对啊。开讲真久。阮嘛无同意啊。袂同意。哦，阮哪有可能讲袂同意一国两制？阮哪有同意讲要红统？哦。我嘛反共啊！反正你若是有你若有需要的部分啊，你着拍一下电话，我着交代讲啊，着这位就是馆长专用的啊。我有啦，阮地下室有哦，有位，就是迄大楼地下室。阮去当讲2年，阮到后尾，我早无已经倒袂定，我是甲大家答应讲，我一定要开咧讨，从讨论哦，讨论起家哦，伊讲我要讲开啊，后斗3人斗找。我遮嘛找到我遮找年外，找无甲找到你搁2年。我照你讲是桃园新开，甲是哪卡？我你若有需要，讲有阮服务的所在，我你讲哦，真正你哦，你若讲有你家己较熟悉较好的记者朋友你啊，我怎样准咧桃园咧落实的啦。我服务哦，也毋捌讲你人讲啥物希望包，所以讲哦，你可能坦白讲，可能以早吼，真侪年代表做垃圾。迄种传统，我啦，莫讲以前，即摆嘛是足多。即摆嘛有啦，即摆嘛有啦。我开店开到当为止，吼，我捌唱大过。我今仔日做民意代表的一天，我会买土地嘛，我会买厝，啊，我毋会在后尾。我做西门讲啦，我咱用另外一种讲法啦，庆祝咱两个做朋友啦。OK。安尼好无 ？OK。好。我把咱。出面对家的吧，有鬼蛇神。哦，咱出外口放条炮，庆祝咱两个今仔做朋友啦，好无？好，你领导我过来，我看伊个。武汉麦。你若看会起，咱不要等着我来过啦，吼。几万？参加馆长，这挺快啊。等一下是真的会放鞭炮。哎，对啊，就庆祝一下，我们就这个不打不相识，就做朋友，哎，是。
当做朋友啦，我们用的名字不要用这样的名字啦，做朋友啦，放鞭炮庆贺。我选举当前我也没有在放鞭炮啊，那今天能够跟这个我们台湾网红 A 他做朋友，那当然值得庆祝啊！哎，就放个鞭炮嘛，哦，哎，就有人跑播嘛，对啊，哎，大家都知道。对，我加油。也收起这个，也收起成规则。我你收起这个成规则的了。好啊。来，这样啊，进来了，有听到了。请回照。我这边是回照。你不要管，你就 focus 对着他这样。不要。我靠！我点我唔捌，我都做唔到。那是唔是你我可以诶？